看一下，我帶大家來看那實習生啲電視台嘅營業成班。是吧？起好，小心！實習生很好啊，我變做公司嘅一份子，所有嘅事情都會細心細意、詳詳細細、清清楚楚。達者順，人不人人準時打卡，交本你任務，才做到好勢好勢。緊，將貼出報金錢，夾了廿份主播稿，拿去分貼主播室的三。準備 OK， 實習生出發。不過主播室點嚟啊？快搶佢啦！家搶到啲腳啊，應付壓力機，完全唔記得每日嘅基礎問題啊！中國心情樣樣胖就錯嘅。做乜嘅呀？動動腳踢位啦！原來你突破咗安全備好，要重了佢啦！起人哋嚇！照佢，唔明白嘅呀！又用很大味啊！這冇有佢事嘅，你還慢慢做呢。結果來，去放到電線就做得咯。唔錯，我唔係。排泄哦，冇相干啦。唔用嘅咧，就到起結結，呼滾。我高峰操你啦！應用慢到呢，10分3做4了。回下。三主播，俺送清新的主播過來咧。什麼辛苦嘅哦。各位觀眾朋友午安，歡迎來到立插新聞台。聽來看今日嘅頭條新聞，冇想講我心心念念嘅幾十年，就係冇組頭前入去社團嘅小遊客。